这个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，去年唔是去互团讲想要买厝，有去看就业的合体。当时陈培琪讲只是看看尔尔，不过周刊即摆来压料，讲其实陈培琪有落两订注文两间合体。郭文泰为着合体这件代志，佮甲立法院党团的主任陈智涵讨论要安怎来赔回。陈智涵是来反呛，讲这根本就是迫害着秘密通讯的自由，而且甲合法讲做是非法。这档就是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和太太陈培琪，伫咧去年5月开现金4300万，直接买上班，引起大家咧讨论。刘尾嘛因为陈培琪去压了看好价人厝，搁再有风波。其实豪宅不是只是看看而已，而是他已经付了斡旋金，而且呢不止一户，也买了2户。那请问一下，陈培琪的钱是怎么来的？那当时为什么说只是看看？那从头到尾一切都是在说谎吗？经济就看压了，就伫咧郭文泰干涉小务分配时，陈培琪搁落两条买好价人厝。郭文泰看陈培琪负伫咧行动，就找立法院民众党团主任陈智涵同齐讨论要如何处理。佮透过 LINE 传信息予陈智涵，请问今仔日敢有甲炸弹拢问详细，先厘清买厝钱和财产的状况，再佮处理落两件代志。了尾佮问陈智涵要如何对外解释，要因为郭文泰政治现金的风波，和经发生案件化动点，陈培琪嘛伫咧尾啊，甲两件摕到倒来。说买豪宅可能会引出更多的不明资金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凭什么？把一个合法的事情讲成非法的，然后把我们的简讯竟然拿来滥用，这完全是违背了宪法对人权的保障，人民有秘密通讯的自由。就看个干嘛压了，郭文泰暗算伫咧卖货车才想法，互支持者来落钱，或者是加到悠游卡入卡机器，互支持者来募款。虽然无成功，不过包括陈智涵或者黄进行牵涉政治现金，求国民党风暴被插班，嘛互民众党小部风波继续伫咧探烧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